这个台北市长郭文泰，昨尾仔嘛突然间出现伫个中选会，敢是要去登记连署选总统呢？原来是热情的支持者鼓励伊参选，甚至甲伊的爸母嘛带到中选会咯。郭文泰是当场来登伊的身份证，讲无人会当帮伊登记，伊家己嘛无来领票。 还好的身份证带在身上，不然就被登记了。为皮包内面摕出身份证，证明讲伊未被登记为独立参选人并连署，是讲台北市长郭文泰昨尾仔嘛向经过中选会这个代志，经过伊家己做说明。热情的支持者嘛，一直鼓励我去选嘛，甚至还找到我妈妈，就这样啊。 热情的支持者包括前台联的部分区立委黄文玲，捌参选过台北市议员的张凯军，选过台南市长的林义峰，佮将因老爸老母做伙带去中选会。中选会紧压霸，不让我们来登记。讲要替郭文泰领总统被连署人的表格，不过已经过受理的时间啊，最后不了了之。敢讲有人专工咧挡郭文泰？因为我发现我妈妈大概代表台湾这个知识分子的焦虑，他说安尼存郭台铭无选，现在那随便啦，我台湾没那么危险的，美国排掉已经紧张了。我发现很鼓励我选的是我妈妈。 无领票无登记，互郭文泰的支持者真失望。伊毋过支持者期待还阁有郭台铭，就算无要连署，最后机会是透过政党提名参选。 已经下了决定了，就不会再改了。那从他之前，他也提到说，如果他参选，他一定是独立参选。国民党发生任何变化，他都不会重回国民党。是不是在等亲民党的门票这件事情？郭先生他自己是亲自否认的。郭台铭、郭文泰提出2020总统之战，未来有可能将目标放伫国会，只是立委的选举无家母带头，这个家仔囝都爱自立自强啊。